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的头一天，北部高速公路落南的方向，早起5点外就开始伫咧塌。高公局也预估4月初5早起5点开始，落南的车犹原是真多。另外，受到这地动影响，台铁宜兰苏澳到花莲秀林这段呢，经过透明抢修，今仔开始会当全线通车。透早往华东的旅客来台北车站坐车，台铁公司抢通所有到秀林路段了后，4月初4已经全线通车。另外，台九线公路中段，台铁另外加开宜兰往花莲的区间快车拢总值班。我原本是昨天的班车，所以我就延到今天，就是在延后买票。怕一开就有落石之类，回不了家，有点怕。强烈地动拍乱东台湾的交通，台铁公司宣布4月初5早起搁加开一班树林往花莲的自强号，因为强烈地动了后，开车去华东的旅客减少。高速公路局嘛取消国道5号石碇到平南入口封闭的措施。西部国道伫连假头一天落南的车流量大，扫望厝外车真多，真侪路段塞车，时速捌伫20公里左右。高速公路局预测4月初5早起落南一寡路段也是会车多较慢行。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路段，国三南向的综合至关系路段，以及国一高架的南向机场系统至杨梅路段，预计在早上5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，预计会持续到中午12点左右逐渐疏解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嘛到台北车站视察连假的疏运，对初3捌出现大量民众伫上山甲台中等飞机去华东。交通部表示，初4已经搁飞一班往花莲的加班机，因为铁路已经抢通，估计连假期间往回华东航空疏运量应该有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